后来，过来这件是校园暴力的事件。桃园万宁科技大学有一个男大学生，将近2礼拜无转去宿舍，老爸找无后生，心肝火热，请教官来帮忙。教官过去宿舍来巡一遍，嘛是找无人。当时是宿舍管理员帮忙来开这个房间门，讲这个男大学生知影了后非常的袂爽，讲这个管理员无经过伊的同意，就来开这个房间门，竟然是讲拍假。 正手的手骨拢断去，需要开刀。没有人就马上直接打电话给我，为什么？你不要跟我对我，没有遵守我的同意吗？你问教官，教官带我说可以就可以哦。躲哪？不管宿舍管理人员安怎解释，穿蓝衫的查甫大学生汹汹划过，一群没落；穿普色衫的管理人员赶紧闪开，不过查甫大学生唔放人耍，继续甲人站，搁甲人拍。对，你去告学校，告教官，这样子是不是？我有缴费，我有缴费，教官讲，帮我报警，找教官。 宿舍管理人员替雨伞是要保护家己，因为查甫大学生步步标化，却朋友休咧靠伫咧表格。没有点法律常识，这又不是民宅。对，如果有藏什么违禁品的话，应该不会这么大。 这阵冲突就发生伫咧桃市的万宁科技大学，查甫大学生伫要2礼拜无登记宿舍，爸爸嘛找无人，请教官找人，管理人员斗开门，人嘛无伫咧房间内底。是咪到昨下晡，伊不满管理人员无经过同意，性地举起来出拳甲人摸，互管理人员正手骨头断去，需要开刀。简然手腕骨折及胸口挫伤。 警方当场逮捕洪姓学生，讯后依伤害罪嫌移送侦办。学校讲，到宿舍房间查访是校安中心，因为学生安全考量，学生甲人拍去警察带转去侦办。宿舍管理人员已经去病院验伤做笔录。学校严惩谴责暴力，支持管理人员依法提告，嘛对这位学生启动停改机制，袂互校园暴力的事件搁一摆上演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